根据着这农粮署统计，讲金蕉今年2月、3月和去年同期来比呢，这价格是起超过1倍。那也立委早起也开这记者会，批评农业部无要解决问题。农业部长陈俊贵就表示，去年有3个风台造成金蕉受损超过4成，即马这产量会渐渐稳定，也强调讲袂进口金蕉入来台湾。 这个大伤大，还剩一堆金蕉，一斤89块，头家真无来讲，伤贵啊，较无人买。是伤贵，无人买啊，是安那？伤贵无人买。来到另外一台青菜水果摊，南投来金蕉一斤79块，也不过消费者讲买袂落手，改食其他的水果较省钱。所以你干脆不吃香蕉了？我干脆不吃香蕉，实在太可怕了，太贵了啦。好，谢谢。我已经要抵过一个便当了啊。 金蕉今年价销是起真多，若甲去年比，1月平均价销起将近6成，2月价销更加是去年的2.34倍，3月到即阵也是去年的2.27倍。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早起开记者会，批评农业部无咧插、无咧管，也无都提出对策，批评这个金蕉搁再起落去，恐惊真正变做金仔蕉咯。农业部在做什么呢？这不就跟当年缺蛋一样的问题吗？农业部就在那边。 做事整个的供需失调，价格暴涨。农业部解释，去年3个风台吹落去，造成金蕉受损真严重，受灾将近6000公顷，超过4成产量以高雄屏东为主，加上福建连续低温，生产成本提悬，产能无度及时来恢复，对着价销起价。部长陈俊贵请消费者多多原谅，也强调袂进口金蕉来打击本土种金蕉的农民。 价格高，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现象。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我们不可能也不会去进口香蕉来打击我们国内的蕉农。现在的价格其实还没有办法弥补它的整个的年收入。 金蕉对种植到采收需要超过10个月时间。农业部讲，最近天气较烧热，云林南投中部地区的冬春金蕉产能是继续恢复。高雄屏东春天热天的金蕉会煞来上市，有过3-4个中间介绍会落来。因为国内金蕉研究所也致力研发较 A 品种的金蕉，希望伫拄着强风时靠法度来抵抗减少灾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